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我阿明哥刘浩明，欢迎收看《福喜来嘅》。前包括有啲最有名嘅戏剧，如《爱登屯》，我记得啲包有一啲人情嘅历史。其实伊即家从我本人感觉到讲，伊係有一啲法律嘅能力，但是伊对人情一件事情有過從事。都在歷史體系的一般人嘅心中，係咪講法律冇去同歷史冇共稱一件事情咯？其實歷史伊唔係一啲人啦，但是伊對啲法律嘅看法同我哋可能一般人係冇同樣。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都係啲歷史，我哋邀請到我哋女僕嘅專家嚟到嚟現場，歡迎。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最近這個係女僕嘅片人。係一個女僕嘅辦理鋪。辦理鋪 ，OK。其實人家啲合法規行嚟唔係同埋學嘅咯。佢爸爸媽媽還有國小啊。因為像人人合法，愛按流實在是冇變的，又可以談又可以講。可是盧卡還是講合法。其實係等盧卡都應該都會講合法，因為嚟媽媽第一做啲母語老師，都唔係講合法，所以別人講。明白佢講法，亦都要求嚟啲合法一定要講下清楚嘅。法語一定要發言好，唔可以講法語，一定要講客語。嗰時我哋變成講將我哋咧做下按人情講嘅合法要講嘅按吼。咁將頭當我哋頭講，唔知個係啲歷史嘛吼，唔知個當初攞位去讀歷史咯，唔知個一開始都想要做歷史哈。其實冇咧，其實嚟啲高中畢業嘅時節，嚟有先去讀軍校。來讀啲政戰新聞系，我去讀政戰新聞系是因為來啲時想要做個新聞官，但是冇面到開始去做嘅時候，地講吼，啲新聞官唔係咁簡單，主要你可以做一啲輔導長，但是變成啲唔係嚟興趣，所以嚟過來又退下來又開始重考嘅時候又考到特別太好嘅法律呢，法律呢因為嚟讀嘅夜間部，所以嚟早晨頭要喺海基會去上班，去做法律送達相關的事情。過來哋作為過程之中吼，又發現到吼，法律呢其實可以幫助到很多人，所以別人講呢，又慢慢的有一條興趣。但是呢，嗱嘛冇真是，但是嘛冇真是想要考律師。別人講係嚟我畢業嘅時節，因為嚟第一做嘅是兩岸的這種法律的東西，所以別人嚟對法律呢對兩岸的東西真有興趣，嚟去考嘅台灣大學嘅國家發展研究所，也國家發展研究所裏邊有專門地處理兩岸的法律問題，咁有兩岸的政治問題。別人講在啲讀嘅過程之中吼，咱慢慢的有樣嘅興趣，尤其吼，啲時嚟記得嚟有讀到一個欣賞很多。湯德宗大法官，吼，甲伊第一上課嘅時候，吼，伊會提出很多嘅啲法律嘅啲文章。呢條文章吼，有別人講，伊定啲文章裏邊寫嘅東西啊，伊第一寫講，也法律嘅制度啊，都在裏邊有乜嘅問題喺裏邊。喺嚟定講吼，好好研究喺定嚟啲報告嘅時候，伊會看講，其實啊，唔好看下法律嘅文字嘅案例，其實後邊有代表伊嘅意思喺裏邊。所以對待時節，嗱個開始講吼，想要去考一個律師，想要好好來做一個律師。嗰樣意思都講，但如果唔即刻開始喺讀書嘅時候，本來要行另外一條路，但是後來發現嘅另外一條路唔係唔即刻上嘅嗰種嘅情形啦。但是你喺工作嘅時節，都發現到，你法律一件事情，其實唔係上嘅係啲過嚴肅，冇到啲過枯燥嘅啲東西，但是可能係會有。對於一件事情，用法律的看法來看的話，有冇強嘅意見？因為我哋一般的人來講，讀法律的人係咪免一路去配幾套法律的條文？按嗰時節係咪免要讀書嘅時候，免一路從安尼，都嘅見配安尼。其實講實在，讀法律呢吼，一定要見配得到法條啦吼。做個嘅安尼一定要配呢，因為吼，比如講，嗱而家查第一篇，唔本嚟嘅法律的問題，但是係是嚟啲。啲法律嘅條文啊，還是冇配起來，然後能去回答你問題。所以別人講吼，也買一個好處，因為係是唔係，比如講高中畢業直接去讀法律嘅大學生吼，伊變成講，伊某一天會提供也法律嘅條文啊，都帶有乜嘅效果。但是變成嚟是早晨頭哋係只會上班，比如講嚟會提供吼，有來啲民眾有會問問題啊，伊問問題嘅過程之中嚟提供哦。也是只，嚟乜嘅法律嘅條文，乜嘅東西要配起來，因為安尼法嚟可以直接又可以回答伊嘅問題，所以其實安尼嘅訓練嘛可以本來提供吼，
喷哪个东西，咁我要使用哪个东西。等于讲，你这个要，按你讲学习法律的过程同一般的人是多相反的。一般你可能人先一配条文，迄个工作以后，唔管迄没有考上啊，佢工作以后，人咧对人的工作地步去验证讲人以前读个条文係乜个内容。但是拄到相反，因为其实人家走成係会计费嘛，吼，会计费都係我哋開協交流基金會，我哋以前陸委會因為民間的一個組織啦，但是以處理的還是我哋會協用安的事情，但是因為個工作的時間的關係，後來你都接觸到嗰度嘅時間，以前接觸嗰度時間，然後去驗證講，一堆係乜個條文，就變成講你係先從應用嘅方面去看到嘅條文嘅內容，唔係講先去配條文嘅內容，然後係會可能工作嘅時間，然後去驗證講，原來以前我哋讀嘅東西係乜嘅，因為嗰度講到係你係法律你出身，安尼講真考辦畢業嘅話，可能都係安尼情形，但是你係先去工作以後，提講原來係按你去處理方法，後來再對，咁因為講人哋再對照條文去配嘅時間，如果提講做乜條文可按你安排，做乜提講，如果提講做乜條文當初可按你規定，後面如果提講條文內容嘅一個精神係嘛？係啊，比如講嚟講一個案件，比如講以前嚟哋好幾筆嘅時間，那不時會接到天發，因為嚟哋做嘅係兩岸嘅種送達，啲兩岸送達要講吼，台灣嘅司法嘅啲文書啊。要寄到大陸去，但是呢，唔可以直接對要求嘅寄到大陸去，要經過會計費去做一個啲流程，那可以寄過去。嗰變講吼，人家不是會打電話嚟問講吼，講哪係案例啊，哪係文書啊，送到嘅冇，啊哪係案例啊，哪有離婚可以離婚冇。所以變成講以前嚟陣要，比如講嚟陣係係配啲條文時，會講吼離婚後要寄嘅。條件用哪條件能可以離婚？但是變成講吼，還是先圖這條條文，你唔知能用誒。但是變成講，還是應該人家打電話問，如果講哦，哪啲條件係用誒，那都係可以去按你離婚冇？按你發變成講吼，那要提講哦，原來伊講誒係，比如講係民法1052條第一項第幾款，好啊，那等於講誒。伊安尼是項目可以用冇？還是唔可以用？又變成講，那等於用哪一條？變成講吼，其實安尼高層又可以提供吼，啲法律嘅條文嘅內涵嘛。係，因為你如果從到一天數年嘅時間，你就開始去翻，我哋都得我哋咧即家嘅國家法律，以後嘅條文嘅精神係乜嘅？哦，以後符合嘅條件係乜嘅東西？嗰種一再二三嘅時間，變成你即家都可以都提哦，原來海文到破嘅時間。這東西對你來講，都沒得條文的，可能講每個條文係我類似的故事。係，冇錯，真是係安尼。因為吼，我中華人嚟講，因為其實我哋話啲講，其實喺我哋台灣嚟講，歷史嘅考試嘛，算規範考嘅，幾個考試地位啦。啊，唔當初用準備，因為可能我哋廣東朋友地位有可能有些人嘅可能，考歷史嘅呢部分廣東朋友講一下講，唔當初用準備考試，按有乜個心得冇？當初嚟準備考試是因為吼。不能嘛，那就像來全講誒，那不能冇乜興趣，是慢慢的吼，因為讀到清楚時間誒，那開始有興趣誒。嗰個變成喺考試嘅過程吼，嘛咩講一考試就考上，那嘛係變成講吼一擺安尼考。那印象最深誒係安尼，那每擺考試嘅時候，那去出槍，結果每擺出到誒都會下籤，但是呢，出到下籤會考冇，還是要考啊，因為你又想考歷史啊，變成講。每擺出下籤，繼續要考。咁這麼容易出呢？迄你好，這麼容易出。但是呢，明年冇上嘅時候，唔會想啲啊，唔會想啲講，明年係乜嘅結果啊？結果，嚟印象最深嘅講，嚟考上第一年，嚟連續出嘅3年嘅下籤，最後一年嚟出到乜嘅中下籤，嚟講，哎呦，今年有機會嘅喲，有機會，真是第一年要考上嘅。所以，但是嚟剛剛講吼，按你考試嘅過程啊。一方面是，對自家的這種挑戰；一方面嘛係這種訓練你這種唔驚失敗的這種心態。因為還是唔驚失敗，發變講，海擺職業，你在做歷史的時間，你就變成講吼，每擺讀到案件，你又唔會講驚講呀案件會判案用嚟啊，咁我要結果判決出來會係乜嘅結果，你就變成講，唔會勇敢嘅會想去嘗試去看過。案件可以用嚟處理，比如講吼，應該安尼講，你還是有安尼勇敢嘅心情嚟發吼，有種唔像你講嘅，
我们与恶的距离，里波这些人权律师其实就按呢，伊变成讲吼，伊有些读到青岛嘛个政治力量啊，还是讲嘛个力量的时候，伊刚要讲，伊刚去群人抗争，刚去群人攻压的法。对准相来讲嘅话，落榜一件事情唔会打击自己嘅信心，相反呢，变成伊下一辈的面对亚威的案件的世界。伊要提供，其实伊係按努力來考上亞威的歷史同時，伊要認為講，嗰種係啲海外嘅服務案件裡邊，唔管係素養，其實對伊來講，其實嘛係一啲好長嘅一部分。就等於講，最尾還是對伊的哈哈強，你從我講哈哈強，別人都講嚟都雙強嘛。但是你知道哈哈強要雙一格，中哈強，你都已經考上了。啊，嗰時些雖然講冇錯出強係一啲方法，但是嗰時些應該讀書嘛都會辛苦吧。嘿，這是圖書，因為這是來有啲台南的法院嚟去做啲法官處理。第一做法官處理嘅時候，因為唔變成講要工作，要圖書，變成來這時來做法是安尼。來記得來這時秘密差唔多7點下班，7點下班嘅時候，來會先去照表，做半點鐘，半點鐘係定來有加時洗身差唔多15分鐘，洗係定來有去買個啲麵包，麵包40大，差唔多8點來有去啲 K 書中心又開始圖書，圖到按不到12點嘅時候，那過來休息係地早晨就差唔多5、6點嘅，又放鬆去圖書，圖到差唔多7點半，然後差唔多要準備上班，嗰個上班上到差唔多中間12點嘅時間，然後又等於講休息咩？休息然後繼續圖書，圖到當初就1點，然後開始食飯食係地又開始上班。又變成講吼，其實喺上班嘅時間，佢哋嘅圖書嘅時間啊，較親近。但是呢，嚟講啦，喺馬戲嘅過程，因為唔願意用其他嘅啲力量、其他嘅努力去準備下考試，唔對啲嘅信念啊，又會牽強。冇錯吼，其實我之前講，你對一件事情有一台信念，你即個一件事情如果做也好，雖然講我哋咧天公也幫我哋咧進行除咗強係嘅哈哈強，但是你對一件事情係個有一個絕對嘅信念。休息一下，下一場節目我哋進行同人講，一啲做歷史嘅事情哦。翻過來復起來啊！你今日來邊喺來真係同平同女僕嘅進行嚟都嚟欣賞。而上場節目同人講，而係樣嘅，要托數考上歷史嘅。我想問一下嗬，其實你喺考上歷史以前，如唔咁做過會計費啊，冇多數都唔講嘅專業嘅法官處理。法官處理係樣嘅一個工作啊。法官處理等於講嗬，喺法官咧啲嚟講嗬，頭腦。哦，頭腦。係，因為法官有兩個助手，一個人都書記官，書記官係乜嘅打字嘅，記錄嘅，係，伊係法官嘅書，嗰個咧法官處理係法官嘅腦，因為做乜嘅，伊要聽數法官去比如講查資料，去問講也法律嘅問題，會有乜嘅情形，會可以查好，讓法官去參考。係啊，比如講一個案件來吼，因為上來啲是乃是第2審嘅高等法院。比如講一審可能已經審理到，比如講有1卷、2卷、3卷，每一卷每個案例差唔多按判，還是一來吼，啲案例可能3、4頓安尼，咁你一個法官拿到嘅時候，唔知點樣處理啊？你用天鳳山一錘啊？用天鳳山一錘，你因為啲佢拿落係乜東西？你嘛係可以啊，係，嗰個別人講吼，那等一條處理，有別人講愛開天書，伊看也案件裡邊重點在哪，可以先清出來。所以其實按你重點。尤其係打到二審嘅時候，你等於講，我對一審嘅裁判係唔同意嘅，我係有意見嘅。我上個講我都會承認二審，我就變成講，你可能都會提講，同埋一審嘅東西，你這個唔同意冇？如果一審嘅東西係咪有乜嘅可能喺技術上面係冇同樣嘅東西？咁像你這個睇做法官嘅處理嘅時間，有乜嘅影響過層面嘅呢種訴訟嘅案件冇？那個印象最深的吼，這時有讀到一個案例是，爸爸媽媽要離婚，但是以離婚的原因是講，媽媽因為查甫變成植物人，變成爸爸媽媽因為變成講一個變植物人的咩，從前照顧下來是真是冇辦法的，咁變成講吼，對爸爸又來訴請而離婚，
离婚的，但是生人的用的，生人的要陪伴照顾，因为其实伊在个安尼里边，大部分时间都是妈妈的爸爸妈妈，因为来人讲的这个外婆外公，伊哋来照顾。但是呢，因为在法律方的规定吼，最优先的应该是先分爸爸。但是爸爸呢，爸爸是一个做工的，伊有卡的爸爸妈妈，伊有来人那边讲的阿公阿婆吼，嘛喺地做工的，伊变讲其实冇时间去照顾生人的。经济条件蛮好。经济条件讲蛮好，但是另外一边妈妈是植物人，但是呢，伊的外公外婆是经济够好，变讲你喺法官，嘛冇办法嚟判，因为你想判本外公外婆咩，但是法律嘅规定唔可以。你迄是判本爸爸咧，你就面到讲，哎呀，生人咧，海外可能会冇人照顾，所以你真为难。嗰個最後對法官嘅意思就係呢，伊講吼，咁無唔能用嘅用調解嘅，唔能用去講好，比如講人家啊，來判也嘅，因為呀生人咧本來有優先要本爸爸咩，那有優先本爸爸來做伊嘅啲監護人，但是呢生人咧先用下對外公外婆一邊照顧，等到生人咧太嘅，比如講或者我邊呀一種各種咧，伊可以自家照顧自家時間，讓歸到爸爸那邊來照顧，按呢方式提出來的時間吼，其實對兩邊的人啊，一定有按呢有開始有拿出來嘅，因為有看得到吼，一定按呢，比如講對一生到二生，按呢頭嘅研究1、2年、2、3年來吼，伊嘅問題有解決嘅，所以那邊講吼，有時對於法律嘅問題吼，有時唔單止係法律嘅問題，有時係對種人情嘅問題。可是最尾也未結果，吼，讓人哋法官咧，伊種人哋講法官咧，伊啲判決兩方面都有接受係咪？係啊，因為係是用調解嘅方式，一定要兩邊同意去簽名，那可以做那個。因為按你談好了，真係你感覺到講，其實法律嘛唔係一啲過上硬嘅東西，後尾講人哋判決講，我唔做嘅監護權一啲都爸爸呀，好，但是至少法官有看到講。其實人家你生意嚟辦事時，佢爸爸可能冇人照顧，冇爸爸照顧，同埋人哋愛家照顧啊，吼。因為看開嚟法律嘅條件唔係講係啲過硬嘅，冇辦法以偏通嘅東西。我都講，都從頭都講嘅，其實人情嘅部分還是可以去兼顧到。哦，如果變到個法律講嘅案嚟，加人情係案嚟，我哋黐啲最重保衞嘅部分。係啊。咁像這個考上歷史以後，最擅長嘅訴訟嘅伊啲考應該講人哋講條目，還是講人哋考評係乜嘢？應該講係你看係哪種嘅案件，比如講將來不是會處理嘅係不動產，有哪人咧係有哪人咧土地嘅有嘅問題，過來天嘅有哪人咧家事嘅問題，有哪人講嘅乜嘅爸爸媽媽生人咧，還有繼承嘅問題。嗰個提倡嘅有哪人咧金融嘅刑法，因為牽到這種經濟嘅這種刑法嘅案咧。咁所以一般來講，我哋譬如講，我哋有乜事情要請律師嘅時間，我哋用嚟提供，譬如講，有啲律師專業嘅部分，譬如有啲律師講，伊係專業刑法，有啲講，有啲律師講係專業民法。咁唔同都講嘅嘢係屬於哪一部分咧？伊哋門嘅咯，伊哋類別咯。應該講，像嚟上講嘅大部分。個偏嘅民法，因為土地嘅問題啊、屋企嘅問題啊，還有家事嘅問題，伊個都係屬於民法嘅問題。嗰樣嚟講嘅啲金融刑法有佢刑法嘅問題，係兩邊冇傾。嗰種可以同我講，我哋嗰程度，嗰專業嘅部分有我哋嘅不動產啊，我哋還有我哋嘅家事嘅問題。所以不動產其實佢已經有經驗嘅台灣嘅不動產嘅市場規態。好啊，同時講我哋依方面我哋像我哋上下巴最常讀到都可以到分家嘅部分啦。係啊。咁有冇佢影響過什麼嘅案件？影響過什麼案件？比如講，咱之前有讀過這種，講農法條例嘅問題。因為農法條例是講吼，講也係農地，但是呢，農地係是有啲乜嘅嚟講繼承嘅關係，咁冇有買賣關係法吼，有來唔可以去分割。有來唔可以分割嘅時候，但是係是法官冇注意到。又可以分割下嘢嘅，人家判決書拿到嘅，拿去提證冇辦法登記。咁人用，嗰是法官已經判你，咁人用咯。
无法登记啊，也等于讲也判决书无用啊。判决书无用。系啊，等于讲，比如讲打个2、3年打下来，你判决书拿到，无办法去提升登记的时候，甲伊无效的。比如讲，唔敢无要重新再打过，敢无有可能比如讲太搞能处理。就是等于讲，做一件事情以前，我哋如果先去查看看啦，都系可以登记嘛。希望唔可以登记，反如果让一判到法官。有的判决好了，发现了有的判决好了，其实你还是冇办法去改变人的事实。系啊，也别人讲迄内den突体案件里边吼，青春有问题，因为突体案件里边吼，因为突体的问题吼，有别人讲跟地政事务所有关。别人讲你个做出来的东西，你都面对讲会不会地政事务所伊接受冇？还是伊冇办法接受，你前面嘛冇办法处理。好，也喺内den讲，也其实有。全讲到的法律的生硬的地方，因为吼规定很用的有用的，也嘛係冇辦法，因為地政事務所啊，伊等別人講吼登記清楚有，每一個土地每一個物件啊，伊嘅價值清高，別人講伊嘛唔講凊彩去群做登記，因為伊要負責啦，係啊，到時候登記唔錯嘅，伊即個要負責一件事情，係啊，但問題係一般的人來講嘅話，我哋提供一種東西愛。可以登記唔登記咯？一種東西係咪講搞不歷史要先去查一件事情，還是講一部分咧係我哋民眾自己要去查？也變係律師也邊要處理，因為也係律師群發現嘅問題，有可能係律師也邊要注意到，嘛有可能發現嘅法官也邊嘛要注意到，但是還是比如講也律師還是對於不動產嘅。對官司啊，冇按研究啊，伊可能有冇注意到，有時會變成判決下來，把很多時間判決下來，結果冇辦法去登記。係啊，真麻煩。因為人家可能，譬如講可能鄉下地方常常會讀到嗰種種田啊，種田，譬如講可能嗰度工業，工業，技術工業，係技術工業。像這種東西，因為我哋前幾年政府都在推廣，我哋技術工業要發明化，然後最後講，他講也要等於呢，家庭講即個也譬如講也要煮飯啊樣處理，佢等唔到因兩樣咯，嗰東西係咪變成懸而未決，還是講都冇辦法處理？係是等唔到因嚟變成講吼，你就變成講要請法院嚟啊，因為不是內den第一做土地嘅問題，最大問題有講吼，係是拿唔到印鑑證明。你變成講，你係法院嚟去做，因為法院嚟伊個判決書啊，伊一定要統計到每一個當事人，變成每一個當事人，變成伊統計到嘅時候，伊有一個效果出來，啲效果出來有等於講佢哋印鑑證明一樣，所以係是冇辦法拿到伊個印鑑證明，你變成講法院嚟去起訴係得向法院嚟去查，向法院嚟去統計伊，看伊有乜個意見，伊來表示伊個意見。還是統計嘅，有冇來表示意見？甲法院就講甲你即個放棄嘅，你也係陳述意見嘅機會，甲內den有安尼判決。嗰時唔好講，因為佢哋呢個訂唔下去，冇訂唔到一件事情都冇辦法處理。係啊，因為係是冇辦法拿到押印嘅，要行法院嘅。要行法院嘅。要行法院。甲聽人都講，甲種當事人已經過身咧。當事人已經過身，甲你都可能馬上過身。係，比如講，係是。因為過身你會有繼承人咩？但是繼承人你可以有拋棄繼承冇啊？咁冇有可以有乜嘅債務問題冇啊？變成講係是當事人係是寫第一法，變成講你可能得起訴以前還是起訴以後？以後係是起訴以後嘅法變成講你向伊個繼承人哦，而來承受訴訟，要變安尼問題。其實也係是也土地嘅啲共有人啊，其中係是有一個人。在訴訟的期間寫第一法吼，真麻煩，真真麻煩。可能嗰度程序要重新行一遍。係啊，每個問題，係是你判決書，法官判決書判下去的前1-2年，咁我有判決書判下去的，其中有一個人寫的，咁也判決書有效冇？也有一個問題。係啊，其實法律嘅事情是對我哋外行人嚟講是在過路過呢。係啊。嗰個法律嘅事情對外人來講嘅話，其實喺審法地位最重要嘅一部分。休息下喎，等下我哋會來講，佢從我哋審法地位讀到法律嘅事情嘅時間，我哋要請慢嘢。
反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啊，在正向律师同我们讲啊，嗰度法律的事情。今日我冇嘢講，我哋去一般人睇你嘗試，嗰種主動法律的事情的時間，一樣嘅。譬如講，我哋從到今日最流行看到我哋用網絡購物，網絡購物，看到遇到幾個問題嘅話，一般來講可能會遇到某個問題，我哋要請翻譯來協助咯。還是在雙面去買東西，還是遇到安尼買賣糾紛哦，你可以去請小保官，因為小保官那邊吼，伊可以針對內邊咧消費問題吼，伊可以去申訴，申訴迄個伊會可以去調解，伊會先去查看來看到底迄那邊買東西那邊的問題，還是買東西那邊的問題，因為在雙面買東西吼，你可能遇到有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買東西。伊來係真牌係假嘅，第二伊來嘅東西有壞係冇，第三個伊係是送過來工廠是送東西嘅，也比如講貨運行那邊宅配那邊出問題，還是哪裡出問題？第四個是你係是買呀東西嘅時候，你是用乜個方式去繳錢？信用卡啊，還是講你用行動支付啊，還是講你是用啲乜個郵局匯款啊？每一個方式都會關係到吼。後背到底你啲退費嘅時間怎樣處理，還有一買賣嘅糾紛，因為有時候係，比如講唔刷卡嘅，唔繳錢嘅，但是買東西那邊冇數到錢，伊冇數到錢，伊有來是有出貨嘅，有來冇出貨，咁變成講呀法律嘅啲責任吼，到底係得買東西那邊，還是得買東西那邊，還是得第三方來等呀繳錢嘅呀單位那邊，所以也會冇共用。還有聽你根本冇數到東西。哦，但是一個東西，你擺喺手機上，我按樣去分配，根本上唔同我講嘅細嘅地方，係同我講嘅聽嘅，我按樣去一對對請下，還是講我所有問題都我出晒去請小保官咯。其實所有問題可以先去請小保官，因為別人講伊哋不是會處理青島安尼嘅問題，你去開諮詢開問嘅時候，伊會同講，吼伊哋嘅經驗，比如講也買東西嘅也房吼，不是出問題。假也是你有啲嘅，可能喺買東西那邊有問題。他咁我用不是你用乜個方式去支付，但是伊啊支付嘅公司吼，不是為乜個各自外泄，咁我用乜問題嘅話，你嘛可以抵。所以，嗱去建議講吼，最優先先去請小保官。好，咁我哋以前小保官變到我哋第個10萬人啦，咁10幾萬人以前，我哋要準備乜個東西啊？我哋要有乜個證據要先準備好冇？內陣第一打民事的案件哦，最重要的證據。證據的話，你要看買賣的時間，你要可以講好冇？因為內陣第一講民法上面的買賣契約呀，一定有乜個有證據，比如講書面契約，咁我有兩篇有講好，比如講你係賴對話，還是用乜個對話，也都係可以證明講你哋兩個有講好冇？比如講講好嘅，你有報告講你哋送貨的問題。按能繳錢，按能送貨，也一塊都會地會寫好，會講好。所以，比如講，對一條東西去提供俾呀小保官，伊可以提供好，到底問題在哪？安尼問題會解決。嗰時也係為證據，唔單止講文書嘅，我哋講資本嘅證據，其實我哋而家可以從用我哋通訊軟體底部嘅，嘛可以用變成一個證據證據一種啦，嚇。咁譬如講我哋而家可以從遇到講，譬如我哋講外送人啦，嚇，嗰度會遇到嘅問題嘛。咁將我哋問題我哋按樣去處理咯。我還是問遇到嘅問題，我還是問小保官嚇。外送員嘅問題吼，其實別人講應該還是請小保官，伊冇一定可以處理到。因為應該有外送員，別人講吼，其實你喺買東西嘅時候，你請有外送員，你別人講其實你係委託伊去佢拿東西。別人講，你講也係一個消費糾紛嘛，有可能有唔搶，因為你變成講是唔國人啊，去委託也唔理奈個，因為伊個用亂數嘅咩，去配對嘅咩，個別人講係別人講亂數對到一個人，你去委託伊去佢拿東西，咁到底係伊哋嗰邊出啲餐點嘅人，傳堂入邊有問題，還是講伊送東西送過來中間拖到時間有問題？也都係另外再去處理嘅，也嘛係內地應該好，比如講法律嘅東西啊，因時事啊變遷過來，慢慢會遇到嘅問題。嗰時你變成講，我哋頭先講嘅兩個東西，一部係外送人，一部係我哋喺網絡上買東西，叫係兩件無同樣嘅事情。因為外送人嘅部分係第一講嘅
等于讲我哋去抢一点人，去同我哋去拿我哋要买的东西，然后顺便我哋入付的除了我哋买的东西价钱以外，我哋另外再付一些钱，所以人呢我哋行路的一啲费用啦。係啊。佢等於講一邊東西同我哋單純去買的東西冇用用，咁你發讀到一啲外送人嘅問題嘅時節，我哋呢我哋喺把原來訴訟啊案件嘅時間，我哋1,000萬人咯。誒，這個前歷史哈，還是講像安尼案件嚟建議吼，先去請遐外送的遐公司，先去外送平台，先去看伊等倒台迄哪有問題，因為迄是唔困啲嘅傳統嘅問題，甲其實買買賣嘅問題，咁你就可以行啲小保管入邊，但是迄是唔係因為迄委託伊去買東西出問題，變講唔去請迄可能遐外送公司嘅問題。會變安尼睇有落地啦，因為等於講，雖然講係外送平台落去買東西，但是其實伊唔係按單純的一個買賣嘅行業，哦，伊其實係個委託嘅一個行業。係啊，先複雜。係，咁種我哋同我講，其實我哋咧，譬如我哋而家鄉下地方，如果到我哋咧，我哋睇現實，哦，意思其實我哋個睇現實同我講，我哋講，佢法律就冇一條通道哦，我跟我哋歷史冇一條強程哦，因為其實他個人唔係講歷史唔好，如果其實他個人對法律一件事情，因為唔了解，或者可以講。或者算是有的像頭先講嘅分家產，因為我哋最通常都講政府開始有啲開始可以整理我哋一度我哋咧技師公費嘅時間，我哋咧嗰度睇現實，可能一成人如唔啲法院係盲嘅，但是讀到一件事情，又冇要上法院要做怎樣嘅東西，咁從一般人嚟講嘅話，從我哋咧睇現實讀到一件事情，睇法律嘅事情嘅時間，有乜嘅方法可以聽說嚟睇現實，睇法律嘅一件事情可以表現能夠。個安心嘅嗰種方法哦，講到也俾人講吼，其實啊，應該要稍比律師進度，應該因為明年應該考上律師嘅進度，所以俾人講吼，應該政府，比如講縣市政府啊，一定都提供這種免費法律諮詢，好，所以你去每個縣市政府一定都請得到也管道。嗰個第二係來的呢法律輔助基金會，伊嘛有提供安尼嘅。啲免費諮詢嘅管道，嗰度每個法院呢，嘛有提供安尼嘅免費嘅法律諮詢嘅管道。嗰度最好是像來的呢，嘛個立委啊，咁冇有來的市議員啊、鄉民代表啊，伊等都有提供安尼嘅法律嘅律師嘅免費諮詢，也都係唔可以去請嘅地方。係，嗰時已經講，最常我哋叫咩講合法嘛，嗬，其實有幾多位我哋睇其實，談到嘅唔都是講幾多法律嘅東西，全部。唔單止講喺專業嘅東西啊，但係一般人都談唔出嚟。佢人哋談過，如果談唔出嚟，咁從下呢法有乜個辦法？係講客嘅話，變成講吼，因為嚟陣就嚟影響啦吼，因為人家哋比如講評論員，咁我有哋評論嘅法院咧，安尼去諮詢講合法嘅諮詢啊吼，咁冇按到，比如講，除非你是讀到嘅像安尼係講客嘅律師嘅話，那有辦法你可以處理。係啊，咁我話變成講，咁我睇教有錢好嘅。我都其實而家可能啲客邊有一種安尼講客家話口譯人啦。有，而家有安尼嘅，有安尼，但是而家嗱看到嘅讀喺地法院咧，比如講，唔可以出庭嘅時間，唔可以困法院嘅啲法官講，唔想調我談合法，唔想調我講合法，別人講冇辦法講其他語言，咁別人講吼，以為去指派一個啲嘢，嚟人很多通譯，來困聽書去看唔你講嘅法係乜嘅。嗰時觀眾朋友有發現過冇？見家嘅法院嘅然後唔講香港嘅歷史啦，其實有一啲quite片面嘅方法都希望講，喺班讀到嘅問題是，第一，我哋縣市政府有幾多位免費的。法律的服務和法服，尤其譬如講，屏東縣政府啦，和地方都有種嘅法律的輔助嘅一啲歷史我提幾片，有乜個問題都可以問。聽伊講，真是冇辦法，最尾還是行業法院嘅，唔可以同人嘅法官講，這個談唔是國語，這個談唔是其他法，能行嘅是合法。人家高雄嘅最高嘅高等法院有一啲合法。統一的一啲服務吼，你可以省下的服務，都等於講，你把法官講嘅法、歷史講嘅法，全部變成合法同講。安尼對你來講嘅話，如果唔會佢講講，關於講嘅東西，你這個係冇常識，係咪你有乜嘅東西，佢創嘅東西，結果你又冇常識，你這個會權益都損失嘅。係啊，所以你這個做歷史都更加有想過要靠法官嘛？
其实讲无呢。怎么了？因为吼，对来讲吼，遐做律师啊有一个主动性。因为法官变成讲吼，带地法院的地方，等案件去甲送门。但是呢，遐案件很唔想判的嘛，某一天，变成讲吼，无选择性，你想可以等案内来。但是迄是你迄律师的法院变成讲，可以主动，比如讲，看到那个人啊，伊可能无办法，经济讲唔好，无办法去打压诉讼，但是唔免到讲吼，伊是有你咧帮助，敢唔可以去甲伊开讲哦，来群天数去打压官司安尼，变成讲律师有安尼。可是变成讲，即个因为讲法官咧，等于讲一等案件入来啦哈，而且个可能工作嘅内容范围嘛个细，但是律师相对个自由，像前包括遇到嘅高雄市嘅伊啲诉讼人，可以得记者费，其实嘛个情形咯，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嘅？啲情形是安尼吼，因為因緣際會啦吼，來認識到也伊個受刑人咧伊個姐姐，也受刑人伊是伫來人咧大寮監獄裡邊吼，有分裡邊啲監所管理員，群裡邊啲其他受刑人吼，伫裡邊有等於講欺負伊，伫打伊，嗰最後俾人打死嘅。啊打死變成講吼，啲監獄的片啊吼，伊等咧處理嘅方式啦，變成講吼，輕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變成講內底董事人吼，伊姐啊，又變成講，又講我講，甲迄是哪樣弟弟安尼本人打死嘅，迄是哪樣消息無本人佇個發，變海擺會有天嘢安尼本人打死嘅，天上嘅無，變成講伊有希望講吼，可以去開個記者會，可以群大家群台灣嘅大家人來講吼，迄是佇監獄底啊，去修行。還是遇到某個問題，你可以去表達，去表示你的意見。嗰來呢，伊要求講吼，來等咧監獄底吼，來等矯正署啊，可以去針對安尼嘅問題啊，去解決。比如講吼，講那有監視器嘅死角，咁你困下死角可以拿喺度去，比如講裝上監視器。嗰來講，呀監所管理員伊等咧管理嘅方式，那有某個唔錯嘅地方，要去改。嗰嘛唔可以判也受刑人，講嘛個可以也受刑人去打另外一個受刑人，嘛要特別好去困人嘅情形要去改變，就變安尼。可是一部分咧，特別去用歷史嘅身份去做法，其實應該講，慢慢講去判一件事情，最主要你講透過一件事情可以幫我哋某個教訓，幫我某個可以改進嘅地方。係啊，本大家提講吼，唔可以講吼也案件像法院嘅判決安尼係的，變講吼本大家可以提。可是對佢們嘅尊嚴呢，伊啲故事地方，我都發現講，其實法律嘅事情其實看人嘅部分，其實還是有人情嘅部分，唔係啲上硬過冷縮嘅一啲條文。其實一後背如果到因為人嘅關係，那麼有法律嘅條文安尼情形。今日剛才尊賢嚟到現場同我分享很多法律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甲迄是大家有乜問題嘅話，分享喺網絡上吼，去搜尋嚟李尊賢律師。又可以請到哪些網站，又可以請到哪些，還是大家有乜問題分享，大家就請來，多謝。好，各位觀眾朋友，各種有乜問題嘅話，可以請我哋的尊賢律師哦。休息一下，大家聽下嚟先，然後來運動一動哦。